各位乡亲，咱做伙来关心天气。昨天母亲节到位的方面，结果是较松人。今仔日的雨量较有限，方面嘛甩向南边去。咱做伙来看云图。今仔日方面伫咧巴士海峡，雨主要是落伫较晚方面的南部，还有正方面的东半部为主。落短暂阵雨的机会较大，中部以北嘛有部分的短暂雨。其他的地区，金门甲马祖是多云的天气。因若气温的方面，今仔日各地早暗的天气较凉冷，低温是20度至22度。日时啊，桃园以北因为云较减少，高温回升到28度至29度。其他的地区云要是较高，高温差不多是26度至27度。因若后一波的方面，按算伫咧拜四会到位，到时各地拢会变做是较无稳定的天气形态。规个西半部拢有局部的短暂阵雨。拜五、拜六受到方面的影响，各地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。